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3章，大卫伫希伯伦生个囝基利下面，大囝暗论老母是亚述个人阿希暖，第二囝但以理老母是加密人艾比该。第三囝押沙龙，老母是基述王但麦个查某囝玛迦。第四囝阿多尼亚，老母是哈吉。第五囝是法提雅，老母是阿比他。第六囝以特念是大卫个某以吉拉生个。即6个拢是大卫伫希伯伦生个。伊伫遐做王7年6月日久，伫耶路撒冷做王33年。大卫伫耶路撒冷有生沙摩亚、索巴、拿单、所罗门，这4个是阿米利个查某囝拔示巴生个。阁有以法、以利书亚、以利法列、拿加、尼斐、雅菲亚、以利沙玛、以利雅代、以利法列，共9个。这个拢是大卫个囝，以外还有嫔妃个囝，他玛是因个姊妹。所门个囝是罗波安，罗波安个囝是阿比雅，阿比雅个囝是阿撒，阿撒个囝是约沙法，约沙法个囝是约兰，约兰个囝是阿哈谢，阿哈谢个囝是约阿斯，约阿斯个囝是阿玛谢，阿玛谢个囝是乌西亚，乌西亚个囝是约坦，约坦个囝是阿哈斯，阿哈斯个囝是希西家，希西家个囝是玛拿西，玛拿西个囝是阿文，阿文个囝是约西亚，约西亚个囝大个是约合兰，第2个是约雅敬，第3个西底家，第4个沙龙。约雅敬有2个囝，约雅斤甲西底家。下面是受领去巴比伦个约雅斤个后代，伊个囝有撒拉铁、马基兰、比大雅、示拿撒、亚加米雅、何沙玛、甲尼代比雅。比大雅有2个囝，所罗巴伯甲示每。所罗巴伯有2个囝，米苏兰甲哈拿尼雅，阁有1个查某囝是罗密。另外阁有5个囝，哈苏巴、俄赫、比利加、哈萨底、乌沙希色。哈纳尼雅有2个囝，比拉提甲以赛亚，以赛亚生利法雅，利法雅生
阿尼兰，阿尼兰生俄巴底亚，俄巴底亚生示迦尼，示迦尼生示玛雅，示玛雅有5个囝，哈嘟、以甲、巴利亚、尼利亚、沙法。尼利亚有3个囝，伊利用乃、希西家、阿苏利干。伊利用乃有7个囝，何大雅、伊利亚实、比来雅、阿约、约哈兰、地来雅、甲阿那尼。